盐邮局一个60多岁司机，昨去互一个厝边的查甫人举菜刀刣死，嫌犯讲因不管登记落会有噪音，即阵依照杀人罪来甲上班。加起也经过台湾，昨高雄海峡有一只外国的游轮遗骸告终，海巡落尾用点外钟的时间，顺利甲9位船员拢救落来。以色列甲黎巴嫩停火协议，美国斗协调，结果失败。黎巴嫩真主动强调，除非以色列全面撤军，也无绝对会妥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新历的6月初5公司台记台，我是洪敏珍。先来关心讲啊，大道桥是中华统台中乌日的重要车路。这个月初2，先发生3台乌多摆甲1台铁马相撞，结果后壁的乌多摆全无注意到讲头前有车祸未护闪，2台乌多摆全嘛相撞，拢总造成6个人受伤。警方就提醒啊，无论是赛车或者是骑车，拢爱保持安全距离。乌多摆小连续骑经过彰化市中山路的大道桥，那像是无保持安全距离，3台乌多摆加1台铁马拢做伙，结果后壁的机车未护闪，佫发生2台乌多摆相撞的意外。彰化市大道桥路南往彰化机车道，伫这个月初2暗时8点多，接续发生2件车祸事故，拢总有5台机车、1台铁马相撞，6个人受伤，加载拢只是侧伤。民众骑乘普重机车行经彰化市中山路大渡桥南端往南机车道，因为保持安全车距而追撞前方车辆，导致3台机车及1台自行车发生事故，后续又造成2台机车擦撞。现场共6名骑士擦挫伤。大道桥是中华统台中乌日的重要车路，但是附近民众就讲，不少机车拢会超速，无保持安全距离，才会发生车祸。真数是事实呢，你即摆甲看啦，早一路超事实的，有时若落若骨啦落雨，伊就会处理啦。机车就是爱行汽车道，啊，另外一边是往南道的部分，本来就要注意安全啊，就是不要超速为原则。警方表示，这2件事故拢是因为无保持安全距离，才来发生车祸。提醒民众，无论是骑机车也是赛车，拢爱遵守限速的规定，随时注意头前的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如果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造成事故，这是一个42岁爸爸伊赛车载5岁查某囝出门，经过高速公路德北交流道的时阵，雄失去控制，转弄起了安全岛。根据了解，驾驶当中时就是使用自动驾驶的辅助系统。专家就提醒啊，这种辅助系统只是辅助自己，袂使靠自动驾驶。一台轿车完全无打动，就安尼弄去安全岛，连边仔顶伫涂骹的塑胶笋，嘛互人弄甲飞起来。拜是德北交流道附近发生严重车祸，警方指出，赛车的42岁查甫驾驶载5岁查某囝伫车顶，当时有使用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因为家己一时忘神，才出车祸，好加在车顶的2个人拢只受到轻伤。我觉得自驾这种东西可能还是需要一点调整啊，上面的人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应该是还是以辅助为主，不能光靠它啦。使用自动辅助驾驶并无法应付所有突发状况，如未注意车前状态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亦将吊扣或吊销驾照。汽车业者指出，车速真紧的时，自动辅助系统伫我近停止的物体，也是慢速的车辆的时，可能会因为辨识能力无够，我都随判断头前有物件爱打动，就会发生事故。尤其自动跟车的车子，它一般是侦测物体移动，但是有一些物体没办法移动的话，有一些他们的跟车系统或是自动刹停系统会没有办法去辨识这一个物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它没有移动，所以它也没有办法采用紧急的刹车辅助系统去帮你紧急刹车。警方提醒，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时，赛车的人应该爱不管时保持专心。辅助系统只是辅助尔，袂使靠势自动驾驶，避免因为一时无注意出车祸。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这几年，微型的电动2轮车真普及，不过啊，因为挂牌状况无啥好，嘛有一寡少年朋友咧骑的时阵，其实拢无驾照，违法改装的问题嘛不加多。立委已经要求交通部、经济部还有相关的主管机关，就爱加强来查验挂牌管理，相关的制度加一个配套措施，要未完成进前，为凊彩来补助微电车。目前的这个补助计划里面是包含微型电动2轮车，这是单纯只有电动机车。
那下一期的计划，明年开始的计划，会不会纳入这个电动二轮车？我们目前正在评估当中。日后如果说我们的主管机关它有在公告新的这个针对相关零组件等等有新的输入规定，海关一样会配合来做这个相关的这个边境管理。立委指出讲，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到2026年的3月份，已经挂牌微电车的数量大概是38万多台。照民间的推估，其实全台湾有微电车的数量已经超过8万台，要外8万台这个数字。恐讲这政府掌握的数量无到一半。经政署的资料嘛显示讲，微电车的这个事故的发生率嘛有持续在增加，要求相关部会1个月内要提出具体立管的方案。咱来关心苗栗的竹南邮局昨发生悲剧，一个60多岁外包的司机去互住伫咧附近一个姓刘的查甫人举菜刀、太管拿刀尾手伊过往去啊。凶手讲因为邮局的车长期落货，噪音伤过头大，检举拢无效，伊才会犯案。警方依照杀人罪嫌，甲伊依法上班。监视器画面翕到这个穿乌衫的男性举菜刀，直直掠头前穿红衫的查甫人，上无加太十刀。救护车赶到现场，这个穿红衫的查甫人已经倒伫涂骹爬袂起来。伊是苗栗竹南邮局60多岁外包司机，互对面目镜行头家的后生30多岁姓刘的嫌犯举菜刀甲6尾10公尺，扑10刀，拖伊当场死亡。犯案的动机竟然是因为长期的噪音纠纷。噪音每天这样，凌晨3点，然后像地震一样，bang bang。以前我们跟他反映到台北城去，他也是说要改善，结果他们还是不要改。嫌犯的老爸本来表示，后生因为着住伫邮局的边仔，长期因为邮便车半暝搬货受到声音的折磨。虽然真侪届拢找正常的管道反映，也毋过问题拢无解决，等到互后生的情绪咧要失控，警方接到通报赶到现场，甲涉案的姓刘的男性抓起来。我儿子有去叫那个环保局。也有报警，但是他都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因为儿子他其实就真的受不了，他们就是还说我去恐吓他。现场查扣作案用菜刀1支，全案依杀人罪嫌侦办，并持续厘清犯案动机及案发经过。面对这宗凶杀案，苗栗县长郑东锦刊文表达遗憾，伊强调心理疾病已经真做是个案问题，会要求相关单位介入关心双方的家属，而且尽力安达。记者综合报道。过去经过咱台湾南部这几天天气拢真无稳定。昨暗时讲高雄的海峡有一只外国的游轮，因为机械故障失去动力，全规的吊船，船舱入水，船顶有9个船员拢吊伫咧船顶。昨暗阁透北极风，海涌7加3公尺悬，海巡人员是开点外钟的时间，才顺利把全部的人拢救落来。保平信号。船舱进水现象，现在他们已经放下救生艇，人员还在船上。海巡人员豆豆挖进故障的游轮，准备开始救人。此时暗时10点，高雄米岛西南方海峡一只圣克里斯多夫级的游轮，因为船撇来车身断气，失去动力，几只船和海景拍来拍去，随时有冰准的风险。海巡署第4海巡队随派巡公艇去救人，因为暗时海上真歹，海景悬阁透北极风，海巡人员除了爱甲船驶稳以外，阁爱看准时机，甲船员一个一个接过来。2个过来啊，2个。3个，晓得没有？4个，慢叫，好慢嘞。海巡开点外钟的时间，总算是顺利，甲船顶的9位船员拢平安救落来，无人受伤。海巡表示，游轮船舱入水，状况危急。因赶到柜的时阵，船员已经准备要跳起细只船逃命，加载有即时救援。另外，游轮船顶有13吨的柴球，甲200粒的乌油。海巡也派巡防艇伫边仔监控，同时联络航港局来处理，避免冰船污染海洋。邮轮目前没有翻覆危机，已通报航港局南部航务中心联系拖转前往拖带，提醒附近经过船只多加注意。海巡表示，目前9位船员拢先安置伫咧队部，因为加压经过南部的天气无稳定，海上的风景真大。目前航港局的拖船已经把故障的游轮拖来到高雄港外10海里的所在，会继续拖去安全的海域。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
台南全台首玉关，这个城隍庙边啊有一张老墙啊。今日透早无张无弛，这树啊全倒去，树身规倒落了后呢，这树骹的石碑甲五爷厝拢地歹去咯。庙方讲啊，2个月前其实就通报老树有破病状况，拢无人来处理，好加在这个意外无造成任何人着伤。 监视器画面，互人看甲真惊。透早5点48分，庙方这张4、5层楼悬的老墙啊，无张无弛，规张倒去，规个土沙硬硬飞。好在在当时天拄光，无人含车经过。毋过原本咧树仔骹的红岛啊，当场地歹去。这场意外就发生咧台南全台首一关城隍庙的临时刑台边啊，雄雄碰甲真大声，互住咧附近的庙方人员昏迷中带一条，赶紧来庙来看。带一条。好了无？啊。 我唔记得，姓陈啊，迄白花灯啊。哦，哥即摆无法度啊。无法度。我嘛讲今仔做迄个小朋友生日吼，啊你无记得处理吼，即个大人要对拼，啊我处理我一早就开始，他若电话我就开始。 这张倒去的墙啊，树龄超过1甲子，倒落去的力弄甲真大，毋那甲有强架花石碑弄歹去，连边啊五爷的厝顶嘛害去。庙方较无奈的是，初5拄好是主神城隍爷的圣诞，原定透早要大饼啊举办祝寿庆典，即马大树倒去，地势行程前着。庙方讲，进前就发觉这树啊掉病，最近搁上大雨，树根挡袂了，才安尼生。人家来看啊，可是他都一直拖就。 哦，所以后来已经2个多月都没来。哦，所以才导致说他可能就撑不住了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啊，只是就要请人家来看。这2、3天，最大的雨势应该是比较，我们判断是已经过去了哈。中间当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雷雨。 等等，或特别是山区可能会有这个短延时的这个雨势哈，比较长的雨势会出现。加在这回无人受伤，临时庙体嘛平安无代。另外气象署讲，刷落来初7甲初9这2天，雨势会较明显，中南部地区的民众爱特别提悬警觉。后礼拜2至拜4，部分地区嘛有落大雨的机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国安局的前组长刘冠军涉嫌侵占公款超过1亿9千万，逃亡去到海外20多档。士林地检署认定讲，借钱的部分已经超过追诉权的时效，以无起诉来处分。不过，因为刘冠军有涉嫌佮甲外交的机密有交予中国，所以目前伊人要是去互通缉。 8号报纸看过，前国安局的组长刘冠军涉嫌侵占公款，当领超过1亿9200万。第一封诉说约谈进前，就早一步走去海外。代志发生到今已经20多天，检方认定以涉及的贪污的犯行，去年8月已经超过追诉时效，目前以无起诉来处分，但约会超过1亿9500多万。检察官认已予追诉时效，为不起诉处分，合计追回新台币1亿9千万余元。 外壁警察铁门换新，和真侪当前拢达差的刑，看起来完全无同。刘冠军用犯罪所得买这栋别庄，互检方申请没收准啊！经过法院拍卖，已经伫113年7月，以4200多万拍卖出去。但是当约回就业的金额，拢是靠检方查口变价。刘冠军名下台积电、联电、华邦电这股票持有超过96万股。那为了怕这个冲击到当天交易日的这个市场。 以这个几个工作天来平均分批的卖出，应该不会刻意去考量说这个股票未来会不会涨。4档股票伫112年的2月分5港卖出去，摕回来钱少1.4亿，就算是对比即卖的股价，华邦电对每股23块起到179块，联电对50块变做125块，台积电对516块翻到2300多块。 干那台积电的10万股都会当加4亿，但是股票是互检方追扣的，无方认定是犯罪所得。若是放甲即马才卖，金额超过犯罪所得的部分，颠倒是爱发行互刘冠军。 这个国安密销案并无完全结束，因为刘冠军方发现讲，甲迄当阵经手的奉天东洋和明德专案，勘察官手秘密外交和美日外交的机密预算经费和文件，拢早去中国，涉犯的盗窃这罪嫌，拢是互高检署侦办持续发布通缉。记者综合报道。
云林有一间餐厅委托一个57岁姓周的查甫人，伊伫咧电表顶头动骹手改装电表来偷电。调查发现讲7个县市包括餐厅、工厂、养殖业者，走什么电钱有1500万。云林地检署依照诈欺等罪嫌，甲这个查甫人起诉，委托伊改装电表的民众嘛爱负相关的责任，嘛就爱甲欠的电钱交回去。这间餐厅业者请一位57岁姓周的查甫人，用专业改造工具破坏台电电表封印锁，搁再用改造起亚北电流排线改接线路的方式，干了电表运作，互台电公司无法度正确记录实际用电量，不法用户电钱变较少。改装其内部线路之后，再以伪造的封签上锁，借此干扰电表的正常运作，使台电公司无法实际计算用电户的用电量，以此达到窃电的目的。云林地检署讲，这个姓周的查甫人自111年到114年之间，用一件1万到5万的技巧改造电表，包括餐厅、工厂、养殖业者、一般家庭，所在包含7个县市。这么依照诈欺、伪造准特种文书等罪起诉，该电表用户也涉及违反诈欺得利罪责。是这个台电短收电费这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是刑法第339条的诈欺得利罪那最高可以处5年的有期徒刑，亦得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地检署讲，姓周的查甫人总共替28组用户改装电表，偷电的金额有1571万块。大部分的用户经过台电对象有保立，其中20几个人得到反起诉。希望民众千万唔通小贪，要继续查不法改装电表，维护能源秩序甲用电的公平。记者综合报道。几天前，台中有传出一个2岁查某囡仔，伊叫做萱萱，去互邻居买厝过往的这个代志。不过台中市的社会局对外讲法，说是讲萱萱自本是台南市家防中心服务的儿少保护个案，后续的这追踪应该是由台南来负责。引发外界就咧质疑讲安尼先做是会提责任。对此，卫福部的部长赵宗良强调讲，会请台南甲台中2县市完成检讨报告，重新来看讲，这跨县市的处理流程敢有检讨的所在。台中市进前传出疑似虐待囡仔致死的案件，一个2岁查某囡仔萱萱疑似受到因姓杨的老母甲当机人长期的凌迟，最后因为头部外伤引起脑脑损伤甲骨质出血死亡。根据台中市社会局的讲法，萱萱原本是台南市家防中心服务的儿少保护个案，后续应该由台南负责，引起外界质疑是咧推卸责任。相对是一些脆弱家庭，他们常常就是流动啊，每个县市跑来跑去啊，那你总不可能是一直以来都是户籍地嘛，所以台南当然一定还是有责任，可是实际服务还是要以人在地为主啦。而且卫福部表示，以现行的规定，若是脆弱家庭的个案，大多是家庭照顾、教养也是生活功能出现风险。而且保护个案，说是牵涉到疑似受刑地、不当对待，也是人身安全疑虑等等，必须要马上启动保护机制介入。不过，事当时萱萱住伫台中，敢若互台中列做脆弱家庭的个案，所以追踪责任如果转来到台南相关的单位，未来会搁检讨下县市处理的流程。县市政府，那么以及其他的专家学者，大家会一起再来检视一下，那么看看这中间呢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再更精进的地方。赵宗良强调，等待地方政府完成重大虐待囡仔案件检讨了后，中央会搁再审查案件处理的过程，甲认对通报跨县市行政协作，甲追踪的机制是毋是有落实。必要的时，会邀请专家学者深入检讨，避免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讲，中东的战事正紧张，美国协调以色列参黎巴嫩停火协议，结果讲无成。黎巴嫩真主党强调讲，除非以色列全面撤军，若无绝对袂妥协。以色列的军方嘛表态，绝对袂退出黎巴嫩的领土，嘛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地区来展开强烈的空袭。联合国派驻单位嘛因为这个冲突扫着风台尾，造成一个人员不幸殉职。
黎巴嫩南部的庄头受到以色列军方激烈的空袭，一直传出高高的乌烟。就算美国伫华府大力敲切以色列甲黎巴嫩的停火协议，不过说起后背后有伊朗做靠山的真主党强烈拒绝。真主党领袖透过电视转播发表书面的声明，要求以色列必须要全面撤出黎巴嫩的领土，若无绝对袂放下武器。ما دام العدوان مستمرا فسنواجهه بكل ما أوتينا من قوة وسنطاله حيث نقرر ونستطيع وما دامت قرانا غير آمنة تقصف وتهدم ويقتل شعبنا فلن تكون المستوطنات آمنة。面对真主党的强硬态度，以色列国防部嘛反击，强调现阶段将会继续开火，甲维持地面的行动，绝对袂撤军。就算这项协议若要破局，停火看起来亲像无希望。不过，这个介入协调的美国总统川普伫白宫办公室接受访问的时，依然对中东和平抱着乐观的态度。I spoke to Bibi Netanyahu about that, and I speak to them about it, and I actually spoke to Hezbollah about it. And I think progress is made. 就伫以色列甲黎巴嫩双方坚持之下，真线的战火甚至影响到联合国驻防的单位。伫黎巴嫩南部的维和部队的阵营，煞去有迫击炮弹着，造成一名来自塞尔维亚的36岁维和人员不幸殉职，另外阁有2个人受伤。联合国对此表达强烈的谴责，呼吁各方马上停止攻击维和部队。Since March, 7 peacekeepers serving with UNIFIL have now been killed following the escalation of hostilities.And several more have been wounded. 联合国强调，这款攻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甲安理会决议。对这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来讲，停火协议敢若只是空嘴报纸。只要以色列一天无撤出军队，因要回去家园的希望就拢无法度仰望。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俄乌战争还未冻点，最近为真侪架无人机入侵北约的空袭，欧洲各国拢伫咧打造这个无人机场，要来防守边境。但未即阵啊，在国际无人机展当开幕，政策甲反制无人机成做各界拢关心的焦点。北欧上大的国际无人机展伫丹麦盛大开展。今年展会重头戏，除了无人机本身，更加是安怎政策甲反制。This is now sort of proliferated into the military thinking of most NATO militaries, which means now there's a push to figure out how to counter drone technology as well. 因为北欧空袭几粒边防侵扰，欧洲各国领袖当咧计划建立边境的无人机场。We are a dual-use manufacturer, so there's a lot of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for oil and mining and pipeline inspection and looking a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but we're also seeing a lot of public safety and military applications. 面对雷达真恶监测的小型无人机，丹麦厂商研发出结合人工智慧的高解析度相机，会当用电脑视觉锁定目标。We go and install a sensor at a given location, and it listens to its surroundings. It uses some time to learn which are the, you can say, natural sound patterns in this area. 除了用目睭看，阁会当用耳仔听。这款仿生设计的听音设备，会当分辨环境自然声的特征。一旦发现各样，就通随意境。传统的电磁波侦测嘛是反制关键。专家现场示范安怎透过将无人机甲飞官之间的通讯信号，甚至是 GPS 定位来进行乱炸甲情资收集。The drones have fundamentally changed both the cost calculation of war. So we have very cheap FPV drones costing just a couple hundred or $1,000, taking out very expensive, very bespoke systems such as tanks, fighter jets, helicopters. 无人机的威胁愈来愈大，加上科技更新嘛一直加速，安怎建立更较有韧性的防空系统，已经是全球各国国防安全的首要课题。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尼泊尔一个52岁专门带人去爬山的这个人叫做达瓦，5月底陪人去爬这个圣母峰，结果落山的时阵，伊全失去联络。厝内底的人拢就是讲啊，伊已经无命，甚至佮替伊办祈祷的仪式。想袂到讲奇迹出现，达瓦伊家己经过6天，互超车人员发现的时啊，有紧甲送病院，目前伊人恢复了真好。总算得救的雪巴导游达瓦，车是坐直升机到首都加德满都的病院，一个落飞行机随坐软极，互人塞入病院检查，目前已经会当开喙讲话，恢复的情形真好。达瓦的母囝也真欢喜。
52岁打话带一个波兰籍的登山客被性冒风，5月29，2个人攻顶失败脱离的时，伫个3号到4号营地，差不多海拔7500到8000公尺的死亡地带失联去。波兰登山客家己返去营地，也毋过打话煞拢找无人，就连亲人也已经放弃希望，甚至伫个厝里替打话进行2天的祈祷仪式。6月7日早起，净山清理小组伫圣保峰基地顶头的昆布水墙附近，看到打话慢慢伫西林咧爬，工作人员随家救起来。这个登山季已经伫5月底结束，有超过1000个登山者成功爬上圣保峰的上关点，是有记录以来上无用的登山季。同时，上无也有5个人不幸死亡。伫失踪的6天内，打话靠求生意志甲对地形熟悉的程度拼过这关。高海拔地区搜救的黄金时间，敢若24到48点钟，超过3天，会当讲是无啥希望啊。也因为失踪真侪天，包括气温低、脱水，也佫有高山症、脑部、肺部肿起来，几天内都活袂落。打话的奇迹也替高山医学甲救援署留珍贵的记录。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日本甲菲律宾两国会启动专属于经济区 EEZ 外界这个谈判，在野党是讲烦恼讲会影响到咱台湾的权益，更加压缩到咱台湾渔民的作业空间。呼吁政府爱参日本甲菲律宾来谈判，而且嘛爱提案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去到国会专案报告的时阵，爱公开来说明安怎应用。外交部长林佳龙是表示讲，日会的启动 EEZ 的谈判，主要是针对中国，要为着稳定咱区域和平。我见咱的日本甲菲律宾5月28宣布会启动专属经济区 EEZ 甲第6大站海洋边界谈判，不过台湾方排除在外，敢会因为安尼影响到权益，甚至压缩到台湾渔民讨海空间呢？外交部表示，台湾甲日本和菲律宾拢分别有签渔业的相关协定，日本甲菲律宾也拢明确表达 EEZ 的协商未对台湾有约束力，对国际法也同款。其实他们最主要是针对中国啦。因为中国的军事扩张已经到太平洋，就是我们台湾的东部，而且已经军舰跟飞机都出入在钓鱼台，还有巴丹岛附近的海域。所以因为中国在破坏现状，那我们周边的国家要增加互相的这个合作，这都有助于维持台海还有我们这个第一岛链的和平跟稳定。林佳龙指出，中国出面抗议日本甲菲律宾是甲因果电倒饼，因为中国无权代表台湾，加上台湾、菲律宾甲日本同款面对中国的军力扩张，中国才是制造问题的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是指其EEZ谈判话范围是有占到台湾的经济海域，烦恼渔权的争议会愈来愈接发生。毋但呼吁政府爱参与日本甲菲律宾未来的谈判，也提案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去国会专案报告，公开说明应用的对策。日菲共同讨论这个经济海域相关的这些问题，竟然在台湾的家门口来讨论我们台湾的经济海域是归属在日方还是菲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们谈，讲赖清德都视而不见。正式在院会提出谁希望在这个时候不希望日本跟菲律宾合作的，那就是中国嘛，因为他们两个合作不是要对抗台湾是要对抗中国在军事上、在渔业上对他们的主权相关范围的侵占、侵犯跟协商。民进党团强调，只要牵连到咱国的主权，就支持政府强力交涉。不过也提醒，面对中国军事扩张，还有在印太地区想要舞一个新常态的企图，咱应该看重日本甲菲律宾强化合作的战略背景，那么就是踏入去中国想要分化台湾社会陷阱。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前一阵有公布台湾头一季经济成长率，14.55%，有测今年经济成长率会来到9.64%，主要是因为 AI 的需求真大，出口的需求真强烈。就连讲这回答的执行长吴仁勋嘛讲，哇，不可思议。不过因为受到美国波通财报也有展望这方面不如预期，韩股呢是落超过6%，台股嘛捌失守45000点，上加44206点，落超过1400点。来台湾14天的回答执行长吴仁勋，今日透早准备坐飞轮机前往韩国拜访供应链的伙伴。李开前搁再话声讲，台湾要发展 AI，就需要人员。
也若讲到台湾今年第一季的 GDP 有14.55%，大大超过日本甲韩国等等的国家，互人是真歹相信。I heard that in the first quarter, Taiwan's GDP was 14%. So I'm very, very happy to see all the success and all the growth here in Taiwan and all of my partners doing so well. They're working so hard and I'm very grateful.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近伫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当中指出，受到人工智慧的趋势带动，去年台湾 GDP 是冲到8.7%，伫亚太主要的先进经济体是摕到冠军，超过新加坡、日本甲韩国等等的国家，全球的排名阁来到第7名。面对去年的高基期，主计总处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有9.64%。当 AI 需求快速爆发的时候呢，形成低基期加上所谓的高成长的这个效果呢，使经济成长率特别的显眼。虽然台湾 GDP 可能个创新高，不过拜五的股市却互投资人面是青顺顺。除了拜四美国收盘真济起真少，佮因为美国普通的财报甲展望真正力，互全球对半导体失去信心，大卖股票。韩国早盘是放落来到需要暂停交易的坎站，跌超过6%，日股也一时跌超过1600点。台股是跌落去45000点以下，一时跌到44209点，跌超过1400点。今天是 Computex 涨的最后一天哦，那这个 AI 的题材热度也可能渐渐的要降温哦。那另外就是在外资的期货空单哦，昨天是接近7万口哦，一旦有一个风吹草动，外资可能手脚都会比别人快速哦，那这也是近期波动比较大的原因之一。分析师认为，最近台股可能出现关卡震动，若做 AI 的股票无去遐强，台股的盘面会较冷静，去较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的动物园是特别有新的成员咯。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动物园动物有咧做交换交流，进一步有落实上海动物园2只小鸟型，估计明仔就会来台湾。台北市长朱万安嘛表示讲，这是双城论坛具体成果。能够让基因多样性以及提供更多的生命教育，却与我们孩子是非常具有意义的。我了解是搭晚上的飞机，预计明天早上会抵达台湾。那当然，后续还要再经过1个月的检疫。台北市立动物园顶一届呢，甲中国交换动物已经是2014年的代志，同款是一只小鸟型。搁较头前呢，其实是2008年，大家拢知影的团团甲圆圆。副市长林奕华嘛进一步表示讲，资本要送的交换物种是乌卡的徛鹅，不过因为上海的动物园生团的状况真好，数量已经真多啊，所以根据上海的需求，会调整做白手长臂猿。再来关心中国的海峡论坛，6月13就要伫咧厦门起稿咯。陆委会长搁一届强调，论坛是中共对台统战的平台，除了禁止咱中央的政府机关人员去参加，这届头一届宣布讲禁止地方政府的人员出席。台东县长姚庆玲前一阵有向移民署来提出申请，要来参与海峡论坛，这项申请今仔日嘛去互拒绝。中国海峡论坛13伫厦门起稿，陆委会中心强调，这个论坛是中国对台湾统战平台，除了禁止中央政府的机关人员参加，对地方政府人员也对去年无建议出席。甲规定改严格，头一届宣布禁止出席。海峡论坛众所周知，它是中共最大型的一个对台所谓融合统战的一个平台啊。那我们政府当然对此要所因应，呼吁各界和各政党不要附和中共对台叙事，沦为对台统战的工具。台东县长姚庆玲之前已经向移民署提出申请，计划要去海峡论坛，不过他确定互拒绝。我一直觉得我把自己做成一个平台，是地方，然后民众跟中央两岸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如果大家做好，就会加分嘛，为民众加分。所以有点可惜啊。过去捌去过海峡论坛2届的姚庆玲，针对这届无法度去表达可惜。不过国民党有立委是对陆委会禁令无啥信道。怎么会认为一定是他们统战我们呢？我们去跟他们交流，怎么不认为我们也可以统战他们呢？政府做这样种种限制两岸交流行为，并不会对两岸的这个和平往来带来正面的这个影响。全世界有那么多论坛，你不去，偏偏都要去参加这种要消灭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论坛。你站在任何政府的一个立场的话，一定是表达反对的一个。
民进党团指出，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逼统一消灭中华民国，唔去嘛好，希望两岸的交流会当保持对等、更较健康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一个住伫咧苗栗县竹南邮局对面36岁姓刘的查甫人，用不满邮局的公务车长期上会落会产生噪音。昨下晡，这个查甫人竟然拿菜刀甲61岁姓杨外包的司机抬死，为求这个姓刘的查甫人有被依照杀人罪来移送法办。邮局表示讲啊，5、6年前有接到居民的反映的时阵，邮局就有改善，想袂到即阵又是发生不幸的代志。监视器翕到初时下晡徛邮局对面姓刘的查甫，疑似提刀伫邮局大声讲，想袂到迄日下晡，伊真正提刀拼入去，甲姓杨的外包稳将台。虽讲初时才发生杀人事件，苗栗竹南邮局初5也是正常运作，不过外包稳将搬回时动作拢有放较慢。因坦白讲，心内也是会紧张。时间转去到前一日，姓刘的查甫可能因为不满邮局落回噪音，竟然提刀拼入去，甲落回的稳将台。61岁姓杨的稳将着几粒刀不幸过往，家属是不加唔甘。在这家公司上班啊之类的说就是去竹南同文把信件送回来苗栗这样子，这个行程是每天必经过的行程。家属表示，姓杨的稳将虽讲已经60岁啊，依然坚持做外包工为生活打拼，做代志顶真负责，想袂到会拄到这款代志，互厝内人甲同事拢真唔甘。行凶的查甫人就徛对面目镜行，2天前嘛捌因为同款的原因，提美工刀恐吓邮局员工，互判罚1万块。邮局表示，5、6天前就有接到伊的反映，嘛已经做真侪改善措施。我还没退休的时候，就常常接到那个刘贤的那个客诉电话。我也向我们的上级反映，上级都有照他的意思。这样子的改善措施似乎还是没有办法达到对方的一个需求。那其实在整个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也有提到说，希望对方可以加装气密窗之类的不过他们是不认可的。邮局表示，初时下晡接到姓刘的查甫提刀恐吓的消息，遂通知总局并提告。想袂到迄日下晡就发生憾事，专案以杀人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详细司法情形也该等待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全世界提高环保的意识，也有参与环保的行动，联合国甲6月初5定做是世界环境日。初5有环保团体是指出讲，因为即马全球暖化造成极端气候哪来哪严重，尤其是天气实在是真热，呼吁各界就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让地球会当降温。世界环境日，地球所牌。10个环保团体甲代表地球的脚球压悬悬，各出几张悬温警示的红牌。因为全球暖化造成极端气候，天气愈来愈热，大上海的问题也愈来愈严重。文化是最近台北上热的所在，这几年拢是，阮有发现讲，即马5月气温已经超过38度啊，毋过暗时嘛是过33度，就是讲这个现象伫咱的生活内底一直拢存在。5月的时阵嘛，已经有300外个人因为迄个上热送去病院，嘛有人因为安尼死伫伊的田内底。环保团体指出，气候变迁的议题应该要对个人的生活习惯、都市的交通规划，甚至要对国家的能源政策做整体的检讨甲改变。台湾我们现在正身处于所谓的双重危机当中，一方面是因为赫姆斯海峡封锁所造成的能源危机，台湾几乎是在这个能源危机里面的最前线。第二个危机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温危机，就是软化所造成的高温危机。今年度世界气象组织已经发出警讯，说今年度的圣婴现象会非常强烈，所以今年度的那个夏季的高温来讲的话，可能就会在屡创新高，提醒着台湾政府必须要有更多积极的一些因应作为。6月初5是联合国定的世界环境日，国内环保团体也宣布，台湾气候行动周正式起稿，有规划超过20场的论坛、讲座，帮社会共同参与，做伙采取更加积极的环保行动。记者季夏桂玲台北报道。动保团体今日一个开记者会，公布北台湾这笼动狗的数量10年来减超过4成。针对外界要缩减这个绝育预算的这部分，动保团体也是呼吁中央甲地方应该要继续投入资源，提高笼动狗绝育的比例。
行路常常拢会看到龙洞狗有的会足请家人，造成社会困扰。有动保团体拜五伫立法院开记者会讲，提悬绝育的比例是减少龙洞狗效果上好的方法。因指出，这10年来北部龙洞狗的数量已经减超过4成。在新北市进行了实地的调查，那从第一次调查的39000只呢，降到第二次调查的17000只，算起来呢是在7年内下降了48%。动保团体表示，10年来北部龙洞狗的数量会当降低，是因为同齐推动3种方式，也都是为源头绝育、做主人责任教育、甲家护轰炸、了解饲狗的情形，协助绝育。而且这款做法嘛得到国际动物族群管理专家的肯定。安那伫记者会调查立委嘛表示支持龙洞狗绝育的做法，呼吁中央甲地方要继续投入资源。正确的动保的议题的做法，我们也不应当走回头路。这提高绝育的强度，绝对是在现在动保的课题源头管理跟末端的收容两者当中重中之重的环节。中央的政策工具手段，来让地方政府能够配合，与我们民间团体共同一起，来让中南部其他的县市也能够加速跟进。调查立委嘛讲，希望透过这摆北部的成果甲方法，和中南部做伙参考，针对外界主张要缩减绝育的预算。动保团体讲，若减弱绝育的工课，未来凡事要开支这社会成本，希望政府继续加强绝育政策，为源头控制龙洞狗。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最近台东县生态保育的工作者发现，讲有一袋县道公路排水沟仔内底集水井，竟然有一只一级保育类的赤尾龟掉伫咧内底。救援了后，有顺利甲伊野放啊。保育团体是呼吁讲，山区的排水沟，这设计嘛就要考虑到优先生物。顶礼拜，生态保育团体伫暗时生态调查，拄好伫台东县一个县道公路排水沟的集水井，发现有一只龟掉伫内底。今朝看是一级的保育类尾龟，因为集水井大约有2公尺深，若唔紧救这只尾龟，伊就会死去。因随通报管护甲林保署即时救援，并且甲伊放回去大自然。我们的判断应该是，不小心沿着可能沟渠或者是排水沟爬到那一个集水井里面。那其实这样的集水井的设计非常的不友善。保育团体表示，因为台东县山区道路真济，拢会设计排水沟甲集水井保护公路边仔的行仔。不过有的集水井真深，壁又搁骨，对野生动物来讲是陷阱，无法度逃生。呼吁相关单位要成立跨部会优先生物监听平台，来提供野生动物逃生的出口。我们也会持续来盘点相关待改善的事项，那逐步来做相关的改善。我们有个国土旅网计划，那在计划里面呢，我们会有大平台会议的召开，小平台会议的召开。那主要就是我们会邀集相关权责机关共同来讨论。台东林保分署表示，中央成立的国土绿网平台改善案例，亲像伫本溪流血创的动物通道，都是找公家甲私人的部门做伙解决的优先生物治理工程。因若即个发现美龟掉伫排水沟的集水井内底，会搁再邀请相关的单位做伙来研究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天管处公告，对6月初4开始，货运业者接用的电动封闭式货箱3轮，还有重型机车，会当临时停伫咧临时货车落货甲上货的专用区，会比较小型的货车来收费。也若有架撑机车未来上市了后，嘛是会照规划停伫咧台北市小型汽车的停车格，这收钱嘛同款照汽车来算。伫台北市行路愈来愈多货运业者用电动封闭式货箱3轮重型机车，落来体积比货车小，载货量可比一般的机车大。不过，安尼电动封闭式货箱3轮重型机车爱停倒位呢？台北市天管处宣布应临停货车增设专用区。不方便，而且会延误邮件的投递时效。不好找，而且北部应该是更难找啊。台北市天管处表示，电动封闭式货箱3轮重型机车长2.382公尺，宽1.233公尺。若停伫机车架，会用到3架机车，还会凸出来1点仔，影响一般机车。所以开放临停货车增设专用区，比较小货车收钱，为6月初4开始实施。另外，有希望伫今年下半年上来，架撑机车这种有卡机车长1.47公尺，宽0.97公尺。那这只停伫机车
车价长度超出47公分，未来伫台北市爱停伫小型车汽车价。原本的汽车就很难停了，那如果要停那个汽车格，停车位应该会不够吧？如果会买，就不会去计较这个停车的问题。如果它依它的牌照规定停放于路边的机车格，它就会出入面0.5公尺，会造成道路使用者的开车行驶的危险。加上机车在未来上市之后，在台北市区范围只能够停路边跟路外的汽车格。这种汽车驾驶人爱负小型车以上驾驶执照，毋过明驶伫高速或者是快速道路。交通部咧依照法制作业定书办理修正，按算今年6月底完成修法。台北市停管处表示，这种汽车的实施时间要等上市了后宣告。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今年有出2个总统教育奖的得奖人，一个是读国小，一个读高中，分别有一个是身心障碍者，还有一个是单亲家庭的囡仔。南投县长柯淑华伊就学了讲，这2个南投囡仔面对无同的人生挑战，有影是拍断手骨电刀用。黄文珠摕到三角铁在台顶表演，伊是今年总统教育奖的得奖人之一。伊有养hình，嘛是罕见病症的患者，虽然身体有病痛，身体机能嘛大大退化，毋过伊依然是保持乐观，充满笑容，勇敢面对每一天。伊目前读南投的新民国小，毋过伊较介意做志工，嘛会去红十字会服务。最喜欢去学校还是做志工？做志工，伊的原班是要讲要做的造福员啦，目的伊讲吼，伊要顾老大人。嘿，伊要家己看讲，伊是破病啦，伊家知讲要顾老大人。他们的人生的故事哈，虽然是才这么小，但是呢，都有他非常的感人的故事哈。提到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很鼻酸，但是呢，又很替他们感到高兴。这么小的生命，就很懂得如何为人去付出，然后激励别人。南投阁有另外一位总统教育奖的得奖人，是读草屯商工的张玉金，伊是单亲家庭大汉，毋过自律，佮文武双才，是排球佮竞技读杯的选手。嘛真够读册，捌摕到专业级的头名，嘛摕到全国商业类科工艺比赛商业干部的金手奖。一定也有很多，只是他们没有被看到。刚好我有这个机会，喜欢什么就去试，不要光想，要去做了，你才会知道做不做得好，会不会成功。就算失败也没关系。南投县长柯淑华学了2个南投囡仔，面对无同的人生挑战，佮用勇气佮积极的态度突破限制。因嘛鼓励佮较侪人爱活出精彩的人生。记者安修南投报道。今仔日受到低气压，也是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加上锋面越近，台湾各地还佫有偏乌、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离公雨，而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是敏珍，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会。